大家好，歡迎返嚟娛樂時事睇。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嘅影片，記得撳埋下面嘅訂閱掣，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啦。今日嘅消息有啲沉重，香港政壇一位極具爭議性、曾經位極人臣，又曾經生啷入獄嘅人物，走完咗佢傳奇又唏噓嘅一生。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今日2月1號下晝喺東區醫院因病逝世，享年77歲。佢嘅離去為香港一段極具標誌性嘅歷史新地貪污案畫上最後一個句號。許仕仁呢個名對香港人嚟講，代表住兩種截然不同嘅形象。一種係1998年聯手打退國際大鱷索羅斯嘅金融英雄、精明嘅僑王；另一種係因為收受幾千萬利益被判囚7年半嘅貪污高官。由高峰跌入深谷，由英雄變罪人。許仕仁嘅一生就好似一部充滿戲劇性嘅香港政治縮影。我哋一齊回顧呢一位複雜人物嘅大起大落，同埋佢留俾香港社會嘅深刻教訓。第一幕高光時刻，聯手打退索羅斯嘅僑王。要理解許仕仁嘅傳奇，一定要從佢嘅高光時刻講起。許仕仁生於1948年。黃仁書院，港大出身，1970年加入政府，一直以頭腦靈活、主義多疑聞名，有僑王之稱。佢政界生涯最大嘅功績，毫無疑問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香港面對以金融大鱷索羅斯為首嘅國際炒家瘋狂追擊，港股同匯市風雨飄搖。當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聯同任財經事務局局長嘅許仕仁組成鐵三角，作出一個石破天驚嘅決定，動用過千億港元外匯儲備，直接入市買入港股，同炒家正面對陷呢場被稱為香港金融保衛戰嘅硬仗，最終成功擊退炒家，穩定金融市場。事後政府成立盈富基金，將購入嘅股份慢慢出售俾市民。呢一役，許仕仁作為核心決策者之一，被視為保住香港經濟嘅英雄，聲望達到頂峰。呢個時刻，佢代表住香港公務員精英嘅專業、果斷同擔當。第二幕人生轉折，遊走政商，奢華生活浮面。金融風暴之後，許仕仁嘅仕途似乎一片光明。2000年，佢離開政府，轉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行政總監，但係佢嘅人生軌跡亦都從此開始踏入灰色地帶。2003年離開積金局之後，許仕仁並冇重返政府，而係喺2004年2月出任由新鴻基地產相關嘅九龍巴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呢個決定為日後嘅巨大危機埋下伏筆。與此同時，許仕仁出名識飲識食，追求奢華生活嘅一面，亦越嚟越為人所知。佢有肥龍嘅花名，生活品味極高，曾經喺酒店、法國餐廳一餐飯豪花21萬港元。花費200幾萬收藏黑膠唱片，用700至800萬買紅酒，養馬5年開支超過330萬。佢嘅消費水平遠遠超過一個高級公務員嘅正常收入。2005年，佢獲新任特首曾蔭權羅致，重返政府出任政務司司長，成為香港第2把交椅。但喺2007年卸任時，審計報告揭發佢喺司長任內嘅支出竟然超過公職收入7倍，呢一個驚人數字已經為公眾響起警號。第三幕崩塌時刻，新地案東窗事發，英雄淪為階下囚，所有嘅疑問同奢華終於喺2008年引爆。廉政公署收到一封由律師轉交嘅匿名信，舉報許仕仁喺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獲新地高層提供免租入住銅鑼灣禮頓山豪宅。廉署隨即成立專案小組，展開長達4年嘅秘密調查，翻查過千匯款記錄、230個戶口，詢問120名證人。調查發現，許仕仁同新地嘅關係遠比免租豪宅複雜。關鍵在於2筆巨款，第一筆係2005年，許仕仁就任政務司司長前後，以顧問尾數為名，透過中間人收取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等人提供嘅850萬元。第二筆係2007年，許仕仁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之後，再次透過中間人收取郭炳江、郭炳聯兄弟1118萬蚊。控方指呢一啲款項實為賄款，目的係讓許仕仁成為新地嘅耳目，令新地在西九文化區、馬灣公園等大型項目中得益。2012年3月，廉署展開轟動全城嘅拘捕行動，先後拉咗新地前執董陳巨源、港交所前高層關鴻生以及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
2014年，案件經審訊之後，許仕仁被裁定3項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1項串謀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同埋1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成，判處監禁7年6個月，成為案中判刑最重嘅被告。一代僑王從此成為編號階下囚，同案其他被告亦都分別被判囚5年至7年不等。第4幕，餘生與終局，破產、出獄與病逝。法律制裁只係許仕仁崩塌嘅一部分。自捲入案件後，多名債主包括東亞銀行、渣打銀行等紛紛入稟追債，欠債總額超過7400萬港元。2013年，高等法院頒令許仕仁破產，政府亦都暫停發放佢每月8萬蚊嘅長俸為還債。佢珍藏嘅過萬張黑膠唱片、名畫、名酒被逼3度公開拍賣，場面凄涼。2019年12月18號，許仕仁刑滿出獄。當時嘅佢滿頭白髮，身形消瘦，已不復當年肥龍模樣，但精神尚可。出獄後，佢極為低調，幾乎絕跡公開場合。有政界人士透露，佢近2個月身體轉差，頻繁出入醫院，最終今日因病離世。一個曾經叱咤風雲嘅人物，晚年喺破產、疾病纏身嘅情況下靜靜離去，結局令人唏噓。第5幕，雙面人生，金融英雄同貪婪罪人嘅沉重對照。許仕仁嘅一生充滿住極具諷刺性嘅對照。1998年 vs 2014年。1998年，佢動用公帑1000億入市，為公眾利益對抗外敵，被視為英雄。2014年，佢為私利收受商人數千萬，背叛公眾信任，成為罪人。僑王智慧嘅2種用途，當年嘅僑王智慧用喺化解金融危機，後來嘅僑王心思卻用喺設計複雜嘅利益輸送渠道，逃避偵查。公職嘅2種極端，政務司司長本應係廉潔奉公、為民服務嘅最高典範，但許仕仁卻將此職位變成咗進行權錢交易、收取巨額利益嘅平台。呢一種雙面性，正正係許仕仁故事最令人震撼同反思之處。點解一個有才幹、有公職、曾以維護香港利益為己任嘅精英，最終會跌入貪腐深淵？係個人慾望嘅無限膨脹，係對政商旋轉門風險嘅無視，定係覺得自己功勞大，可以凌駕於規則之上？第6幕，許仕仁案對香港嘅深遠警示。許仕仁案之所以被稱為世紀貪污案，唔單止因為涉案人物級別之高、金額之巨，更加因為佢對香港社會同廉政制度帶嚟深遠衝擊同警示。1. 廉政防線嘅試金石。案件證明，無論地位幾高，香港嘅廉政制度都有能力追究到底。4年調查巨細無遺，最終將前政務司司長同地產巨頭一同繩之於法，鞏固咗公眾對廉政嘅信心。2. 政商關係嘅紅線。案件清晰劃出政商之間絕不可逾越嘅紅線。官員退休之後轉投商界本無可厚非，但係若果在任時已經建立利益輸送關係，並在任後收取掩口費或顧問費，就係赤裸裸嘅賄賂同 corruption。3. 精英傲慢嘅悲劇。許仕仁嘅經歷某程度上係一種精英傲慢導致嘅悲劇，以為自己聰明過人，可以玩轉制度，以為自己功勞顯赫，可以得到某種特權，結果正係呢一種心態令佢萬劫不復。4. 對高官生活嘅監督。案件令公眾高度關注高官嘅生活品味同消費是否與收入匹配。許仕仁奢華嘅生活模式成為後來輿論監督高官嘅一把重要尺子。第7幕同本系列主題嘅終極連結，規則嘅守護與崩壞。回顧我哋呢個系列，由市井小民到政商巨賈，似乎都圍繞一個核心命題：社會規則嘅守護與崩壞。九巴行李事件，市民大眾自發守護一項清晰嘅公共規則，行李尺寸、安全帶法例，政府制定一項粗疏規則，結果被民眾集體冷待，顯示規則制定必須合理。官員問責，探討問責規則能唔能夠及時有效執行，避免因為拖延而失去意義。美國教師案，探討專業倫理規則被權威者破壞嘅嚴重後果。
港鐵襲擊事件探討最底線嘅人身安全規則被暴力衝擊，而今日嘅許仕仁案可以話係所有層面中對規則最嚴重、後果最深遠嘅一種崩壞，制定與執行規則嘅最高層之一，親自去破壞咗維繫社會公平同廉潔嘅最核心規則。佢嘅故事警示所有人，尤其係掌權者，規則，尤其係廉政嘅規則，係香港社會嘅基石。守護佢，社會繁榮穩定；破壞佢，無論你曾經有幾高功績，最終只會換嚟身敗名裂，甚至好似許仕仁一樣，帶住污點走完一生。總結，一個時代嘅注腳，一聲長鳴嘅警鐘。許仕仁嘅病逝，為一個充滿爭議嘅時代人物寫下句號。佢嘅人生集英雄與罪人於一身，充滿戲劇性嘅大起大落。我哋回顧佢，唔係為咗單純褒貶，而係為咗記住歷史帶俾我哋嘅教訓。佢提醒我哋，才幹與公職並非貪腐嘅通行證，個人慾望必須受法律與道德嘅嚴格約束。香港賴以成功嘅法治與廉政精神，需要每一個人，尤其係身居高位者，用實際行動去捍衛。許仕仁嘅一生就好似一聲長鳴嘅警鐘，時刻提醒後來嘅從政者，權力嚟自人民，必須用於人民。一念之差，天堂地獄。許仕仁走咗，但新地案嘅教訓應該長留香港社會。呢一個故事關於才華，關於慾望，關於權力，更關於一個簡單而永恆嘅道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你哋對許仕仁嘅一生又有咩睇法？留言區一齊理性討論下。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娛樂時事睇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之後嘅精彩影片。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拜拜。